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4年11月22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93篇，以西结书28章20节到26节，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到28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消息。人的一生总有一摆会死，但是要安怎死，还是讲安怎消失，是每一个人拢无同款啦吼。传统上过去咱伫婴仔出世1个月的时阵，就爱做满月；就岁的时阵，就爱做渡祭。过去大概满50岁，就开始做大生日啦。这个原因是因为过去这个医疗拢无较好。医疗的水准较无好，环境无好，生存无容易，所以呢，就安尼，就爱做这个生日来纪念。就像牧师的大兄3岁时阵，因为厝里的小工甲屎无细入对脚踏车顶拨落来，脑震荡来失去性命。嘛有人因为破病来离开世间，嘛有人安尼活甲真老，安尼来死去吼。上歹接受的可能就是所有的意外死亡，因为伤过突然间。就信仰角度来看，得罪上帝、离开上帝是上悲惨的一件事啦吼。因为需要家己去面对苦难甲死亡的威胁。以西结书28章20节到26节，上主对我讲：人子啊，你着往西顿人讲有言，指责因，着甲因讲至权的上主安尼讲：西顿，我要甲你作对，我要伫恁中间显出我的荣光。我显明我的神性，施行审判的时，人就知我是上主。我要互瘟疫伫西顿流行，互西顿的街路拢是血，对着行倒对四面攻击伊，受害的人倒伫街路，安尼人就知我是上主。上主讲，过去看见以色列周围的国家，袂阁亲像贼人的刺猎，伤人的治理，刺伤以色列，安尼人就知我是至权的上主。至权的上主安尼讲，我要组织受放逐去万族的以色列人，万族要因为安尼知我是神性。以色列要住伫因家己的土地，就是我赏赐予我的仆人雅各的土地，因要伫遐安居乐业。我刑罚周围遐会看见以色列人的民族了后，以色列人就要起厝、开垦葡萄园，安然行起。安尼因就知我是上主因的上帝。上帝要对着遐会拒绝伊、挑战伊的人甲国家，为了要互属伫伊的子民来回归，互因得到安全。基督徒对死亡其实是有盼望的，这甲一般人无同款吼。虽然拢是咧经历着死亡，但是基督徒有特别的盼望，就是要甲主三角见面。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到28节，保罗嘛是安尼咧提醒基督徒，伊讲着：毋过现在上帝已经有互基督对死人中割活，人做已经死去的割活的保证。因为死通过一个人来，死人的割活嘛是通过一个人来。对亚当正人拢得死，安尼对基督正人嘛拢会割活。
不过，逐个人拢着照家己的顺序去活。头一个是基督，煞落去是基督来临的时属伫伊的人，过来则是末期，迄时伊会消灭一切的统领者、掌权者甲权力者，然后将统治权交互爸上帝。因为基督一定着统治，直到上帝互一切对敌拢屈服伫伊的骹下，最后受毁灭的对敌是死。因为圣经记载讲，上帝互万物拢屈服伫伊的骹下，真明显。遮所讲的万物，并无包含互万物屈服伫基督骹下的上帝。到万物拢屈服基督的时，囝本身嘛会屈服伫万物拢屈服的上帝，通互上帝完全统辖一切。人伫世间的生命结束的时阵，身躯犹原还伫地，但是灵已经无伫地啊。基督徒相信上帝会将灵来收回，因此亲近上帝的人就会通安息，安息伫主的怀抱内底，毋免惊，毋免担心，因为上帝互万物拢屈服伫伊的骹下。基督徒的消息其实就是甲上帝见面。离开上帝的人，死亡就是咧消灭，对肉体、对灵性各方面拢消灭啦。诗篇93篇，上主做王掌权，伊用威严做衫。上主用威严做衫穿，用气力做大厦。伊建立世界，世界永远袂摇动。你的宝座古早就建立，伊对永远就拢存在。上主啊，大水在夹影，大水夹影出大声，大水夹影哗哗吼。上主伫天顶显出威力。赢过海洋的大涌，压过大水哗哗吼的声。上主啊，你的诫命确立袂改变，你的殿神圣直到永远。感谢上帝，赏赐阮永远的望，互阮来面对人生的时阵，袂失去迄个，袂失望啦吼。互阮会通面对困境。归伫基督准备的家，袂直到被消灭。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